没有男子跟小人，南阳也。三公主既然不喜韩某同行，您就自己去游街吧。自己游就自己跟。哎。 这是什么新的彩头？看什么？看！韩少，你别走！韩少，我跟你站不了嘞！这游街的时候被扒了衣服，这算什么？皇帝的新衣，太丢人。少城主游街当众脱衣罔顾，这是公文，这就是八卦杂志，都是瞎写的，看了生气就别看了。别看了，少君可得听好了。少城主游街，当众脱衣，罔顾祖宗之礼法，不知羞耻，不堪入目，更是与少君当街嬉戏打闹追逐，将闺房之乐置于大街之上，引人唾弃。念的掷地有声，仿佛上面写的不是他一样。哇！哎呦，让，说明上头。让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。有了，白琴，你快去准备一下。这样行吗？姑且只能试一试了，快去。是。游街扯你裙子的事，算我不对。这次你扯，你走，我就脱光了。哎，你喏，这个是你说的？真无聊。三公主，裴思学来了。陈芊芊，你别跑了。芊芊，你这是？裴寒，我正与夫人嬉闹，见笑了。韩少君真是与花园城男子不同。既然少君身处花园，还是要改一改玄虎城男子身上的劣习。哎，我这本书，韩少君好好学一学。好好学学啊！学就学。哎，裴寒，你来的可真是及时，我有一大堆公文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你以后要是没事的时候，天天来帮我处理政务，好不好？花园城女子当政，男子插手，多有不便。这有什么？你又不是外人，走吧。哎，批阅公文算什么？我们少君从小皮到大，